現時舊區嘅地下管線空間咧係飽和擁擠，佈局亦都係交錯混亂，成為咗阻礙我哋城市更新嘅重要因素之一。若果能夠複合同埋集約使用土地資源，善用澳門嘅地下空間，將會有助減少地面工程對於民生、營商環境以及交通嘅影響。針對舊區地下管網混亂嘅情況咧，政府未來有邊啲嘅優化地下設施嘅管理模式，為我哋嘅城市更新同埋舊區活化咧係打下基礎。政府未來將會從邊啲方面去着手科學發展利用地下空間，緩解城市發展壓力。政府咧會藉着推動舊區建設嗰陣時咧，喺發展嘅階段咧預留或者預埋相關嘅管線設施，建造規模相對唔大嘅技術管廊，以容納水電、電信等等嘅設施。現時政府已經協調各個專營公司喺澳門5個地點咧預埋咗11項嘅管線。喺未來咧，我哋將會持續推動有關嘅工作。喺地下空間利用嗰方面咧，特區政府同民間一直以嚟咧都有考量。現時城市總體規劃對地下空間嘅利用咧已經制定咗一個基本嘅原則，以善用城市空間同埋提升土地使用效益，並且喺具備條件嘅地區咧發展地下空間。編制其他詳細規劃嗰陣時咧，我哋亦都會基於各個分區現狀同埋建設條件咧，去綜合咁評估係咪可以引入次淺層複合型嘅地下共同管道空間嘅可能性，以合理咁利用地下管線嘅情況。我自己作為喺個公共事業裏邊去工作啦，咁真係喺過去幾十年，其實睇得到喺政府嘅協調同埋帶領之下啦嘅呢啲方面嘅工作，其實一路都有改善。但係始終你哪怕一個小地方嘅開發都好，始終都係對居民嗰個生活個影響係大。咁亦都係正正我想係進一步想同司長喺呢度探討一下，就係對於個地下空間個裏邊個概念嗰個應用，正正就係我哋整個嘅我哋輕軌嗰個規劃裏邊，喺掘嗰下嘅時候，能夠稍為增加定嘅空間，令到我哋更加多一啲公共設施能夠去利用到呢啲輕軌一啲興建，擴展到我哋地下空間嘅一個使用，更善用我哋成個嘅地下空間。希望政府喺我哋嗰個深層一啲嘅一個地下空間嗰個使用裏邊，唔單單只係一個簡單嘅管線方面，甚至乎去將佢容納成為我哋嘅人行嘅通道。呢個我希望能夠喺呢一方面去考慮，能夠有一個創新性嘅一個應用。渠蓋多有亂嘅問題，譬如揸電單車人士咧，譬如而家落雨天咧，經常都出現會擔心就會跣嘅問題。都知道道路跨部門工程協調小組咧，早前都開過會，就希望能夠透過優化渠蓋方面都想了解翻呢方面嘅一啲嘅進展情況，點樣能夠引入一啲防滑嘅一啲嘅渠蓋，咁樣提升嗰個路面嘅安全。暑假啦，掘路嘅情況咧，好多時候呢啲嘅工程咧，見到佢唔係好善用一啲時間咧去開展工程，好天咧都係閒置冇去動工嘅。咁呢啲其實實際上嚟講就會影響到嗰個工程嘅一個效率。咁未來譬如點樣能夠可以提升呢啲工程嘅效率咧，從而減少對居民汽車嘅影響。關於梁寶議員提到地下空間，特別係地下通道嘅啲應用嗰度咧，咁我諗我哋喺東區2嗰度咧有一定着墨嘅。咁我哋都希望喺個新區裏邊咧，我哋透過善用地下空間咧，除咗管網嘅佈置啦，亦都喺一啲行人通道嗰度咧，地下商業街啊等等，我哋做一啲新嘅嘗試咧。梁淑議員提到渠蓋多嘅問題，我哋亦都定下咗目標咧，就話我哋喺未來嘅道路工程也好，管線掘路也好，牽涉到有渠蓋嘅部分咧，我哋都會探討去減少渠蓋嘅。喺渠蓋嘅材質嗰度咧，我哋都傾緊，我哋希望用一個統一嘅標準咧。掘路工程我哋而家採取雙重監督，我哋亦都要求一啲相關嘅專營公司嘅監察嘅部門，共同去加強嗰個監察有關嘅工程咧，係善用時間去作施工嘅。